咱这世间所有的一切，就是拢若像一种的环境，反着究竟咱来到这世间，咱到底咱是要安怎？咱若想无真守信用的话咱就是若是搁一直轮骨啊细就对啦。要安会当达到一个究竟啊咱若要达到这个究竟的种，咱在生之时，看要安怎去打拼。你咱会当挥除之如就种发源不精讲，咱虽然在修学道，嘛是讲在照法修持嘛咱这法嘛是种一种的功夫啦。拄则咱咱影像嘛有讲过啦这个是一种的功夫，要咱会当有咱这苦海的主办，学到亲情的平安的一种的功夫咱若咱大家了解到遮咱达到遐个话这个法咱就是咱就是爱下掉所以讲到尾后，这师傅这慧能大师伊就做大肯定讲伊已经有够体这以上就是咱学校就安怎顿甲咱互相做一个研究，若有需要的所在咱资源甲咱包含，甲咱花费诚侪时间，帮助咱以上大众解读，元旦中，大中，三中，感谢你们的中，感谢你们的中，公大中，在中，三中，感谢你们的中，感谢你们的中，一起主要元旦中。在中，三中，人家有师中，公道中，在中，三中，人家有师中。晚安，前大腿晚安。我建议去红南，目前近三条样式方目前，咱就是出自其心。见到人就心传，因为咱的心内底有道，咱的心内底有灵气，咱的心内底有道理，可能呢只满自然就感到特色有力啊。心若就光，心若细小，讲的道理，讲的物件都敢是细俗的讲啦。心若金钱，当然讲的物件是金钱啦。心若道德灵机，讲的物件是道德灵机啦。所以呢，今日呢，目前拢和咱的心。条天的心相共，大体生活建议用到去到什么发经验，就调环境相处，到底做伙的工作就是等于目的，就是要换钱。